看三联播的消息，民进党新北市三重区的立委余天宣布放弃竞选连任，引起各界关心。余天讲，虽然决定无要搁拼连任，也毋过未来有可能的全台湾走透透去复选。有关留落来可以，伊讲比较较支持李坤城，讲到敢会接受不分区立委这个职务，伊讲目前也未确定。我也考虑再三。 就放弃了这个区域的立委选举。余天宣布家己未竞选连任新北市三重埔区的立委，不过就算2024无选，嘛是真无用试试。余天讲到家己会全台湾走透透来复选，啊，敢有意思想要争取民进党无分区立委提名咧？虽然有那个意愿，但是也不一定会提名到我。 我们只是希望说能提名，那我就继续为各位来服务。讲要争取无分区，余天无甲话答真案。不过新北市三重埔前高当是民进党重要票仓，扛出来这个实处，连赢内部挑战者，就亲像风头狗扑扑跳。包括苏系李登基战实力强，形象真好，因系现任新北市议员彭嘉文。另外，这国会李坤城去年放弃选议员，宣布投入2024立委选举，已经伫咧地方走年外，嘛前后讲要参加党内初选，是不加竞争。心事的是，三个人拢拍余天牌，要来抢选票。非常谢谢余天大哥的支持在去年的时候，他就有说。 希望要参选议员的，不要来选立委。甚至有人规气将参选记者会选伫咧余天的联合服务处举办。牌子已经挂，我自从搬来这个服务处就已经一直挂着这个联合服务处的牌子了。党内整个真热，余天会支持上咧。配合赖主席的这个政策，就是对人民诚信的问题，那么我可能会比较支持这个李坤城。支持李坤城，余天讲是支持赖主席的诚信条款。民进党三重埔区立委开始战，免怎做整合，嘛加做赖主席的大考验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